开始猜了，可以开始。转播什么时候开始对？可以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。中导演还没把，可以了啊。这个音乐它就是。要
恭喜给看清楚呀。小心笑一点，小起来了。无锡方法，讲究啊，没多长。小小心一干嘛？笑起来！去干活嘛，跟他们跳一会儿。好吧，好吧。
傻下经营单路。好，音乐，宋志辉下去音乐，开始看吧，看吧。好，好。可以吧？认真，可以不？稍微可以去稍微学一点，是吧？好，哎不，练出来，你要出来，还要走，还要往前面走。好，认真退一点，认真退一点，认真退一点，对，好，可以。靠拢一点吧，稍微靠拢一点，好，可以。我报了嘛？来，我报他意思。张明雪山。就放那个嘛，可以。咱们雪山吗？天空之旅，天空之旅。我以为他继续放那个嘞。对，开始。好。他的歌噻。他们是在跳综艺的小场，应该在小场。
就是的，他再去往前面移一点。几点？等到10点。哎，对，中国移动那边。他一直放那个香港的，对对对，然后啊，就那么短了吗？再调一道，还能再调一道，这音响效果有点差。谁跳错了？重新调一次。谁跳错了？重来。重来吧。再往中间。不要跳那么远嘛！不要远，往前面走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不能跳错了哈。好，不能跳错了。我是变焦的。好，就刚才那个嘛，他没发给我好像，你直接好像是没发给我。真正做嘛嘛，那个是没发给我嘛，他可能都还没找到。再调一次吧，太短了。把下来弄一点。
乱了，有点乱。会同意重新跳吧？啊，这是练吗？这练啊，练一次，这是练的嘛？啊，再来，重来，再商量一下。好，站过去，想跳都站不进。近一点嘛，往前面走一点，稍微来一点点，往前面走一点，往前面走一点。往左边再走一点。十边交的不成真。左边，对。勇儿和那个拉错换下位置吧，勇儿，拉错，下拉错，和勇儿换下位置吧。啊，我不换。对，就转一半。换一下，就这样。来，开始，音乐。好，开始了。这个才看你。这个上看看你了。这个你那个青春可以看这这开始练了。这个麻烦了，我看他们装配大的，有的才是那个好可以了。能不能快进一点？我们要打架的。这两个都是当老师的，你以为当老师？那头发还没弄好啊？黑漆嘛，不用扎了。这个新的造型。
戴个眼镜儿，那眼镜。要不要相机呢？要不要把眼镜戴上？要不要相机？把你眼镜戴上，墨镜戴上，这个才有个性嘛。张总可以过去好。就是。下次我跳你男的，我活了。要不这次也跳个男的。你跳蓝一个蓝板，一个绿板。后面一点，后面会快一些，前面慢一点。哎，这样一个。往这边走，这边走，这边走，左边走。左边右边。好。左边前面后面右边。来。我也这样报的。开始拍了哈。拍了哈。变化是不是很大嘛？他们去年。我换个音乐了，我换个音乐了。这又喘着了。对了吧？我弟，你让乌苏过去。找到没有？就是那些长话，然后国那个天下收上。可以吗？找到没有？找到没有？1、2、3，得。就是这个吧？等一下。稍微浓一点点，还浓一点点。看中间。到时候能不能笑一下？牙齿帅。哎，哥哥，他爬我腿边上去了。并且我们上次毛里可以往左边移一点嘛。慢慢往左边移。最喜欢跳这一句。
可以啊，好，可以了。就是该请开始。在老家在上学吗？在上学吗？按开始，按开始。就是上面。哦，是张错的，是张错的。没想看到唱。